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然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以上。这时候我们请洪正辉牧师来讲道。洪牧师是玉山神学院的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患难中的信仰。患难中的信仰。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从心里向你献上感恩，呼召我们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是你所创造的子民，我们理当恭恭敬敬的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赞美，我们都有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要了解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信仰的意义，有什么生活的教导，有什么要操练我们，让我们更完全的真理。愿今天早上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启示话语的奥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早上我能够从第一排不必拿拐杖，要爬几个楼梯上到台上来，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的尝试，成功的尝试。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印象，半年前我们进口的地方这边都有一个人坐轮椅，坐了2个月，在我们当中做礼拜，那就是我。今天我要把我生命当中如何遇到这些灾难，做我的信仰告白，也成为我们一生。假如你遇到了挫折、患难，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就是上帝的话语。那我要分享的这个患难的经历，也跟我现在在玉山神学院做兼职的老师有直接关联。所以我要把生命片段的经历分享给我们。我的前言说，生命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因情境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我们的情绪时常不是那么稳的，我们的情绪在好跟坏的境遇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自己至少在生命当中，我把它归类有3种完全不同的情境所带给我的情绪反应。在过去的日子昔日，我真的感受神的恩典，神的赐福，
充充满满的在我身上。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在基督化家庭感受的，父母用基督的爱培育我们长大。我的爸爸小时候，我们上主日学，我们的教会，我是屏东潮州人，在潮州教会，主日学先上完才成人礼拜。主日学上完了，我老爸都带我到前面，坐在第一排。他到教会都先看看，牧师今天要读的圣经，先读一读，先祷告，先预备心，等一下听牧师的讲解。从小就在教会，不只是主日学，从不懂的牧师到底在讲什么，一直到渐渐领悟圣经的真理。在这些过程，包括读神学院出来服侍，神就让我很顺利的带大专学生来信主。在学生中心我有14年的侍奉。接下来我们总会要编本土化的教材，就叫我去总会当教育干事，花了8年的时间，从幼稚级到成人级的教材全部编完。我坐轮椅在这边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刘传道忽然间跟我说：“洪牧师。”我一看好像不太认识，他说：“我是你教育的启蒙者。”真不好意思。我说：“我长老会的神学院教育系有教育系的时候我都教过，台神我大概兼了10年的课程，一直从教育系到教育研究所我都教了。我没有印象他是我的学生。”他说：“我不是神学院被你教，而是神学院之前我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总会教育委员会每一次出版新书、新的主日学教材，都在新竹圣经学院版主日学教研训练会，初级的上高级，中级的上高级。”他说：“我就是那一个时候受你培养的，深深感受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好，假如说昔日的日子，不管是编教材可以完整的出版，在主日学教人训练又好像结了蛮多果子以后我又进修，我就在各个神学院，长老会的4个神学院，包括新竹，我都教了。人家说洪牧师是喝4神汤长大的所以一切可以说蛮顺利，不管是牧养教会，不管是学术的成就，在一切的神的恩典当中，我心中就有充满着诗歌。假如要回忆过去，就是诗歌充满我的心。那一首最让我包括开车也在里面就大声唱的，叫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有想真快乐。跟主的人真是有逐时嘅娱乐吟心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都是快乐，都是喜乐，都是 C 大调的快板。好，长老会有退休年龄，我退休之后，我又被另一个不属于我们总会的道生长老会、道生神学院聘去当了10年的院长。哪有人退休之后又被这样的职务让我浮上台面？那自己当院长有个好处，就是暑假你要完全暑假就不排活动，我就不排活动，我到哪里？台湾的隔壁那个中国，我们的
拍厝边哦。我去那边，包括三支教会，跟他们有浙江神学院跟道生神学院的交流到最后一天，他们有一个三支的牧师说：“洪牧师，你可以来协助我们。”他特别关顾地下教会的很特殊的一个牧长。他说：“我们三支教会受正规神学训练。”全中国有8个神学院，都是很正规接受神学、圣经诠释等等的教导的。他说，我们教会最复兴的乃是地下教会，因为三支教会需要受政府的一些规范要求，任何活动需要报备，我们要聘请任何人也都要报备。地下教会觉得，那我们就是淫妇，我们除了上帝以外又有政府，所以他们根本就跟我们毫无交道。而这个地下教会，因为没有神学的基础训练，异端丛生，你可以来帮助我们吗？就因为这样一句话，我从2007到2013年那7年当中，我每个暑假道生不排暑假的活动，就专门有时候带学生一起去家庭教会，去那边做年轻人，他们家庭教会都培育年轻传道人，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发现那个无神论、反神论，又是那么控制人民的思想的，你没有办法正规跟他联络，我都只是 email 说，哪一班几月几号哪一班我会到哪个机场，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人陌生的人，有时候带到山上，有时候就带到各不同的地方，只要我出去，我的师母我孙女都不晓得我跑哪里去所以在暑假做了蛮多培育地下教会传道人的事工，不止在中国，我已经换了2本台胞证到最后一次他们 email 给我说，你有最后一次是等一下我会讲13年，我到云南断了大腿，赶快飞回来，直飞回来，他们 email 给我说，感谢神，你没有继续前行，要不然你公安在追踪，在追查你的行踪，假如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会不安全。直到那一个13年，我跟中国断交。好，除了中国，退休后我真的绕着地球跑。中间我们知道北欧德国北边有一个丹麦，不要小看丹麦，台湾蛮多早期的建筑都是丹麦来协助我们兴建的。丹麦有一个华人教会，他缺少牧者，就联络我说可以来丹麦帮忙我们吗？其实我们借用白人的教会，下午做礼拜，周间做查经，我就答应了。丹麦那个地方真的安全无比，假如你要说人间天堂，并不为过。它的社会制度，它的就是红色当中一只白色的十字架，就是它的国旗。宗教改革在德国成为国教，它的北边小的国家，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也就是早期一个很文明的哲学家，20世纪的哲学家齐克果，他的故乡在哥本哈根，也就是我们小美人鱼
那么有人情味的童话故事。一个港口有它的雕像，小美人的可爱。好，从北边丹麦，我暑假2次去了，再往南，中间往南，哇，那边有马拉维大安教会，连续4次去马拉维做医疗服务，我也去做一些传道人的培训，然后又往南，大安教会又在那边约翰尼斯堡建立了大安长老教会，因为治安不好，一大堆，信的一半以上都是被抢过哦。做礼拜要铁门关着，然后后面有影像。好，信徒要来礼拜，每一个人都开车，教会里面可以有20-30台的停车场。好。要看这个是要来做礼拜的，赶快大门开，马上收回来。在那个地方，台湾去2位牧师都是被夹，所以在台湾找不到牧师，只有从巴西世界第2治安不良的地方，一位长老去那边服务，那边当属托传道。每年暑假他要回去探亲。大安就说：“洪牧师，你可以去吗？”我就连续4次去那个要关大门做礼拜的那个礼拜堂，在那边协助牧会。这个南非在左边，我们看到南美我们长老会有6-7个教会从巴西移民过去，然后在那边建立教会。年纪有些都比我还大了，所以他们要成立一个神学院，培育新的接班人，教会的接班人。所以呢，他们有南美华人神学院，也叫我去协助，有1个月去那边带领他们，在退休后还可以坐着飞机到处跑，绕着地球跑。那不管在飞机上看夕阳，或是在地面上看夕阳，真的夕阳无限好。但我后面感受的不是传统那一句话，只是近黄昏特别夕阳。我看到的年老还是彩霞满天边，这是神的祝福。从过去到我退休，甚至我13年退休，玉山神学院我曾经专任过。他们说：“洪牧师，你还健康，来我们这边协助教育系的课程。”我现在都继续去玉山教书，彩霞满天边。好，近况呢？退休后到13年是那么如意的，包括退休前跟退休中间。但13年6月我去中国短宣，却在云南，在那边光是像这样地面滑倒，一滑倒，左右大腿啪骨折，哇！勉强站起来右脚痛得不得了。我打电话给他们的传道人，他们马上来背着我到他们的那边昆明的最大医院解放军医院X-ray 照了，等半个钟头才到医师的手上。医师看了好久，说上5楼要上石膏，然后上5楼石膏的医师又看了半天了，不能，这个要手术。我听到他们医疗技术那么不好，不晓得要按哪留我说我办退院，听到退院了，那马上批退院连止痛药，连什么跟你固定都没有。好，退院就退院
又是年轻人背着我坐他开的车子，他说：“洪牧师，云南白药。”就在路边，不管吃的，或是里面的仙丹，不管服的，他们说：“哎，有止痛的、喷的，还有淤青处理的。”他们买得到的云南白药全部买来，晚上帮我处理。那一天，我人生第一次见那个连1秒钟都无法睡觉，翻身也痛，不翻身也痛，整夜是疼痛过夜，一直等到第2天有飞机直飞，然后到我们桃园机场。我女儿跟我师母去接我，赶快直接7号，那是6月7号，直接到马偕医院。师母打电话给马偕医院小儿骨科的主任刘世家长老，然后第二阿姆苏他登去，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因为下午才有直飞飞机。马上他跑过来看那 X-ray， 他说：“假如你昨天6月6号傍晚跌倒，今天已经超过24小时，细胞坏死就很麻烦。”我马上联络马偕医疗团队，等一下你坐救护车去马偕，他就开车呢，半夜到马偕。我到马偕医院已经半夜了那一个麻醉师就告诉你，年纪大的人麻醉有什么毛病会塌陷，你醒来你要多咳嗽，多深呼吸，恢复你的肺部等等。讲完了，然后所有的这些护士、医疗团队的人员都到。我醒来已经半夜2点，我真感谢这些医师临时加班呢。刘长老已经回家了，他特别来为我加班，帮我拴了3根铁，现在不必开，可以用螺丝把我定好。好，这是13年开始，不只是13年断了骨折。今天我要分享14年11月，半年前，我在玉神神学院教书。采风坠楼，那个高度差不多这个讲台的2倍，那是要隔国际会议厅，还没有隔，我就从那边掉下去，差点没命。所以近况，我再不是对诸位人有兴风，再不是彩霞满天边是有一点忧郁呢，哎呀，有一点痛苦呢。我想到的不是诗歌，而是经文。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咱对上帝受福气，兼无对伊受灾厄。13年已经断了大腿，14年跌下来那一刻，我真的想，我光是滑倒，大腿都骨折了。这一次那么高跌下来，真的我不晓得断了几根骨头，我没办法想象这一次会怎么样的伤害。这一次的伤害，右手粉碎性骨折，然后又有另外的伤害，我就感受在患难中，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么喜乐，
的心情，好像心中那个 C 大调变成 E 麦那小调哈，这小调就是悲情的，大调都是喜乐的，连心中的诗歌都会变调呢。但是如何在患难中面对那一些苦难，维持基督的信仰，这是我这一次得到的操练。去年11月19日，光是这样掉下来的1秒钟，那1秒钟，假如我要告诉人怎么掉，我无法再重演一次，也没有办法可以用什么来表达那种紧张、那种紧急的患难。1秒钟的短句发生在这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玉山神宣跟我们教会配合，让我来这边跟大家报告玉山神学院的状况，就是为了这一个大楼的需要。这一栋大楼花了2亿4千万，从15年前就开始慢慢累积各教会的奉献，大概我们1200多个长老会的奉献，一年普通都有1000万，好的状况会募到2000万以上。那2亿万，我们就知道要积到这么多，起码10年以上。好，我患难的地点就是在这个大楼，还没完整。这个大楼的前面就是鲤鱼潭花莲的观光区。我想全世界最美的神学应该是我们玉山神学院。半山腰从这边再往里面往山腰一直到高山上，整个山腰都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土地。那这一个刚好在道路旁边，再走过去就是鲤鱼潭风景区，在那边摇船的地方我就那是星期三，我从那边下来，走下山坡，然后经大路想要去绕湖一圈，然后在最底下这边我就看到那边有一个小咖啡厅，我喜欢喝咖啡，我就在那小咖啡厅一站，哇，看过去就是整个湖面真是优美，湖的对面就是山，它的倒影，然后又有一些人在那边划船，哇，那个远景就很美。近景有人在那边钓鱼，我又喜欢钓鱼的，看他钓起来，哇！就那边光是喝拿一杯纯拿铁咖啡，在那边 relax 休闲放轻松我就花了1个钟头星期三下午玉山神学院各族群学他们的美语，所以我们当老师的都没有排课。我想1个下午慢慢绕圈子，1个钟头，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散步了。我就起来走，从这边走到差不多那个正门前面，也许是咖啡有利尿作用就想先去吸再来走吧。我就为了走捷径，我就从大门进去，一进去前面一片空地的在前方稍微暗暗的地方有个楼梯，因为我的客房就在这栋的后面那我想我从那边走过去看看，上楼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因为这边都墙壁已经有了，好，越来越暗，
我站到那个平台上，我想有上楼梯，就必有下楼梯我一个人上去，上到那边，我右脚就那前面虽然是暗暗的，我要了解，等一下下楼梯除了这边还有哪里，我就用我的右脚去探测，想要知道楼梯在哪里。越探不到，就越探出去，然后忽然间就摔倒，失去平衡，这边摔下去，我说完了，连那个彼得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都来不及呼喊就已经平躺在地了。我以为我的头会坠地没想到我是这样平躺，我的头竟然在后面，整个背部在冰冷的那个地板上。我在那边先有2个反应，第一个，这一次到底摔伤在哪里？这个这样摔下来的话，假如我脊椎坏了，我就全身麻痹了。假如头坏了会更糟糕，所以我先摇摇头，好像头没有。脊椎我不知道，我只是动脚，脚跟还可以动。左手一直 OK， 右手想要转，完全瘫痪，就这样。我还用左手拉右手来肚子上拉了2、3次，我说不行，我不能在这边自己玩。第二很奇怪，上一次骨折马上疼痛，这一次都不会痛呢。医师告诉我，可能你紧张过度超越那神经反应第二个念头就是主啊，这边是这么暗的地方，唯有我从那个有亮光的地方出到外面，我才有得救的希望。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除非我出去，我没有得救的希望。我也自己在那边想我本来要尿尿，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原来理念引导我的行动。假如我的理念只要在一根树旁边就解决了，我就不会或者更早走到前面鲤鱼潭最美的建筑物就是公厕，也有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想要回宿舍先解决，并且为什么我会用脚去踩？就是那个时候的理念，爬到那个平台，我认为有上台阶就必有下台阶，我会去探测那个下台阶，其实那是多余的。老骨头没有摔伤的本钱，何况是从2.6米下坠。我刚刚说我检查我右手骨折，然后另外我虽然脚会动，但全身瘫痪。我知道我要向光明的地方，但就爬不起来。原来是骨盆韧带断裂。为了韧带断裂，我2个月连翻身的功力都没有。我家住在汐止，是楼中楼，每一个地方都要踏上一阶，
连脚要伸起来的功力都没有。所以我的女儿女婿说：“好，我们家是平平的，你可以轮椅一直上厕所哈。”所以我很谢谢女儿跟女婿哈，让我到他的家住了2个月哈，无条件的，样样照顾得当。我去那附近理发，人隔壁的欧巴桑问我说：“哎，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我说：“我来我女儿家，因为我受伤。”那个欧巴桑说：“啊，查某囝肯互你来恁姨仔大哦？”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哈，难道这不是我们的习俗所能接纳的吗？不是我的查某囝囝婿都很乐意的来，他的房屋有一间，特别是给爸爸妈妈随时可以来住的哈。我的男孩在高雄医学院服务哦。他要从澳大利亚，去年从澳大利亚回来，他叫他的教授说：“你为我找个租房，有4个房间，我们夫妇，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有一个要保留给父母来住的。”没想到4房1个月的租金25000块，1年30万的租金哦。好，我就感受到。这个虽然是患难，但亲情其实蛮宝贵哈。那我从那边被救，等一下被救的过程再分享。我去到门诺医院，门诺医院就跟我照 X-ray， 先扫描头脑，头部连一点伤害都没有，脊椎、全臂也都 OK， 躺下去竟然下面都 OK。医师说是重挫，但受伤的只有2个部位，都不是生命的要害，是很少见的神迹。我要分享的是，对我那1秒钟感受的神迹。第一个，为什么我这样？这边都粉碎性骨折，这边都断裂。我的弱点大概是2个，一个就是这边，所以马上断裂；另一个就是臀部淤青，但中间难道不会受害吗？一定是在那1秒钟，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差派天使赶快来扶住我的头，扶住我的脊椎，要不然哪有那样掉下去，肋骨或脊椎骨都没有伤害的。第2个，我更感受的奇迹是什么？我想要出去，韧带断了，那个时候不晓得伤到哪里。我要出去，出不去，根本起不来。我有短暂的昏迷，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在那一栋大楼的大门口，是光亮的地方，是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带我出去的。除了用神迹2个字，我无法解释。我的女儿去带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想要回去现场看我是怎么爬出去的，但是时间不够，所以没有看那个现场。在那边，我有短暂的昏迷。从那一个短暂的昏迷醒来，我已经在外面。这一段从黑暗到光明，完全空白，记忆空白，记忆空白。我看得到
这一秒钟亲身经历的，就是诗篇的话：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假如继续躺在那边，我真的爬不起来，我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神让我能够得救。好，看不见的就是今天，很抱歉我前面讲的比较多。牧师，我大概几分结束？该结束了。牧师点头，好。这应该是我要讲的重点。今天读圣经要分享的。我以前总认为魔鬼就是你心中的意念啊，你心中没有邪念，魔鬼绝对不会来。但这一次我感受圣经所讲那有空中的势力，那掌权者，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奥秘。我看到了一场属灵战争，撒旦趁隙攻击要塞。我的要塞当然是脊椎头，人的要塞重要的指挥中心。好，我们知道教会的要塞在哪里？神学院。你培育什么传道人，他出去就那样传道，要攻击这个要塞。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我就变成可吞吃的人呢。我做自己的信仰反省，那个还没有那一栋房子还没有使用，还没有执照下来，我自己闯进那个工地，自我失胜嘛，给魔鬼留地步，成为撒旦可吞吃的人。第二个，我做自己生命力的检讨，自不量力嘛。跟我同样毕业退休的柯崇新牧师电话告诉我，他说：喂，洪牧师，老年人有70% 的功力上半身，但下半身剩下30%，何况你剩下一脚，又偏离了，那不是15%，是0%。从那边我到光明的地方，好。总务长一个工人赶快来联络学校，总务长马上带我去门诺医院，神学院长、副院长也来了，讲一大堆。哇，洪牧师你很关心建筑我们真谢谢你我跟他说，坦白说，我只是要尿尿。我觉得伟大是别人加给的冠冕。在我病床后面有这一张图，我请我女儿赶快照下来。我以前向神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年老，我怕痛，连打针都怕痛，不要让我疼痛离开这个世界。老人蛮多疼痛的毛病任何方式只要瞬间回天家，就是我的选择，我的祷告。看到这一章我跟上帝多一个祷告：上帝啊，也不要让我死得很难看假如我不是说头这样，假如我的脸这样下去，连这边都粉碎性骨折，这个软骨那个死相一定不好看。我现在多了一个祷告。我深深的感受神的救赎了，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跟我同年纪的有3个人从楼上坠下来，
丰源教会的陈富福牧师，他为了捡那个锁楼上面，1楼上面的那个树枝砰一下子死掉。另外一个是高雄五甲教会也陈牧师，他认为明天有结婚典礼，那个花很美，拿到教会要放在阳台，伸得太过去了，嘣，头着地，急救，撑了1个礼拜回天家。我感谢神，照理讲应该死的，但我没有死，我没有淌下一滴血在那一个新建的建筑物上。你们回去看圣经，所罗门王建造耶路撒冷是在摩利亚山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殿就是用玉山神仙，就是礼拜堂下面那个地方。假如用旧约，就是摩利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连他要奉献一滴血都没有流。上帝不让俗人的水流在他的圣地上，我认为这是上帝得胜，上帝掌权。约伯记，我们刚刚读是上帝跟撒旦属灵的对话，约伯完全正直，和合本这样写，但台语说他完全弯转割净地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只是信仰，在生活道德标准都是一流的，都是比我们更高的境界。他敬畏神，魔鬼向神你是什么？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他所做的，你都赐福。信徒会敬拜你，是你对他们很多祝福，他们才去颂赞感恩。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神答应他某种程度的伤害呢？神跟他说：“好，魔鬼、撒旦，凡所有的地上。”所有的我已经都交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你还要服在我的手下，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要留下他的命。任何苦楚你可以让他受难，但这一个义人你还要留下他的命。他的妻子说：“你仍持守纯正吗？舍弃神死了吧。”他说：“嗨，我们从神手里得福，岂也不受祸吗？”台语的圣经还加上对上帝受福气，嘛对伊减无嘛对伊受灾厄，加上一切是神。我感受那个惊奇，就是我还活着，神奇。更是神迹的帮助，饶留我的生命。我很感谢牧师带我们的访问队去，我坐轮椅的时候去探访我。我说我们来唱这首诗：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造主之意。我在此等候，虔诚候主。现在我的诗歌是：好，生命不操在我自己的控制，我没有想到忽然间会发生什么事。好，我是属你的，你要给我祝意舍意。好，神按你的旨意。生命完全的摆上，正像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是最高信仰的境界。可以的话，让苦悲离开我，但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你要熬炼我，好，让我可以熬炼的成功。
为什么大难不死？有人都跟我说，以前2个牧师都死掉了，那个要挖的。我说生命册还没有洪振辉3个字，因为他的使命还没完成。所以我的结论只有2句话：第一句，把责任挑起来；第二句，把结果交托上帝，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你，该尽的责任，让我们会尽力去完成。对于无知的世界，我们所不知道的境遇，我们只有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我们相信在必要的时候，你会用神迹来帮助我们脱离那个困境跟死亡。纵使神迹没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勇气去承受他的苦难，也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得胜苦难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